自2025年9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悔改就得存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18章第19、32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以西结书第18章。上主对我讲：恁以色列人哪有即句俗语讲？老爸食酸葡萄，囝儿的喙齿酸软。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恁以色列人袂阁流传即句俗语。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我的，父母的性命属伫我，囝儿的性命嘛属伫我。什么人犯罪，就迄个人死。若有人正直，行为公平正义，伊无食山头坛神庙的祭物，无往以色列人的家族神明求保庇，无侵犯别人的某，无甲经济中的富人人同房，无欺压人，将欠债的人抵押的物还伊，无抢夺别人的物件，摕食物予枵餓的人食，摕衫予赤身裸体的人穿。借钱予人，无摕利息，无放重利，无做邪恶的事，照公道处理纠纷。即种人服从我的规例，谨慎谨守我的命令，照起工做代志，伊是正直的人，一定会当保存性命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：这人若有囝做强盗、歹人，做因老爸毋捌做过的歹代志，食山头坛神庙的祭物，侵犯别人的某，欺压困苦甲散赤的人，抢夺别人的物件，扣留欠债的人抵押的物，向互相求保庇，做通掩护的事，借钱予人摕利息，搁摕重利。即种人减会当保存性命，袂伊做这可恶的事，一定着死，伊是自取灭亡。这个歹人若有一个囝，这个囝看见伊的老爸所做一切的歹代志，毋过伊家己省察，拢无安尼去做。伊无食山头坛神庙的祭物，无往以色列人的家族神明求保庇，无侵犯别人的某，无欺压人，将欠债人抵押的物还伊，无抢夺别人的物件，反倒摕食物予枵餓的人食，摕衫予赤身裸體的人穿，无伤害散赤人，借錢予人，無摕利息，無放重利，毋過有遵守我的命令，服從我的規例。伊袂因為伊的老爸所犯的罪死，伊一定會當保存性命。伊的老爸因為欺壓人、搶奪別人的物件，佇人民中間做歹代志，伊袂因為家己犯的罪死。恁得問是安怎後生無因為老爸所犯的罪受刑罰？我的回答是：後生做公平正義的事，謹慎遵守我的規例，伊一定會當保存性命。只有犯罪人着死，後生毋免為着老爸的罪受刑罰，老爸嘛免為着後生的罪受刑罰。正直的人要因為做好得到報賞，歹人要因為做歹受刑罰。歹人若悔改，離開伊所犯一切的罪，謹慎遵守我的規例，做公平正義的事，伊就通保存性命，毋免死。伊所犯一切的罪，攏會受赦免。伊要因為伊做的好事，保存性命。歹人死亡，檢是我至高的上主所愛，毋是。
我减毋是爱因离开歹路来保存性命。正直的人若离开正路去做歹，甲歹人共款做通厌恶的事，伊减袂当保存性命，袂当。伊早前所做好事无准算，伊会因为背逆犯罪来死。毋过恁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，以色列人注意听，我安尼处理无公道，恁则是无公道。正直的人若离开正路去做歹，伊死是因为伊做歹。歹人悔改，离开伊所犯一切的罪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伊要救家己的性命。伊省察家己，悔改，离开伊所犯一切的罪，就会当保存性命，毋免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讲主的做法无公道，恁想讲我的做法无公道哦？恁的做法则是无公道。所以，以色列人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审判恁。恁着悔改，离开恁所犯一切的罪，才免恁因为家己的罪受毁灭。着放杀恁所做一切的歹事，换一粒新的心，新的神。以色列人，恁是安怎爱要死？我无爱有人死，恁悔改就会当保存性命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悔改就得存活。袂少台湾人相信宿命论，认为出世的时的生辰八字通决定人一生的命格。这种命运观也形塑台湾人面对生活的态度，拄到困难就消极的接受，因为相信命是袂通改变的。这种态度相款也出现伫遭受亡国危机困境的以色列人中间。当时以色列境内有一句俗语流传世界：老爸食酸葡萄，囝儿的喙齿酸软。这普遍反映当时人民的无奈心境。因认为现在的困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，为虾米因这一代爱承受顶一代种的因所结的苦果呢？这也是今仔日咱所讲这老子孙的现象。耶路撒冷受毁灭，所有社会精英拢受掠到巴比伦做奴隶，留落来的拢是散车的人。因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境，国家、君王、圣殿和土地拢无啊！未来还有甚物希望呢？伫困境中回顾过往的王国历史，迄句俗语所表达出来的无奈，互上主的选民意志消沉，看袂到任何希望。伫这种艰难的处境下，上主的话语临到先知以西结，伊用坚定的语气向人民发出无共款的信息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指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恁以色列人袂阁流传即句俗语：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我的，爸母的性命属伫我，囝儿的性命嘛属伫我。什么人犯罪，就迄个人死。只有犯罪的人着死。后生毋免为着老爸的罪受刑罚，老爸嘛毋免为着后生的罪受刑罚。正直的人要因为做好得到报赏，歹人要因为做歹受刑罚。先知以西结指出，人人拢爱为家己的行为负责，搁爱对上主遐得到公平的对待。只要行会正，遵守上主的
律法，人的确存活；相反的，违背上主的命令，就必然灭亡。上主透过先知指正以色列人的错误想法了后，语重心长宣告：伊无乐见任何人死亡，搁为因指出希望之路，也就是爱悔过离开邪恶的道路，爱放下一切的歹代，换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。人类的生命是不断延续的，一代接一代，代代相连，前因后果，真恶切断。但是咱所拥有的是现在，唯一可变的是现在的态度。现在的态度是咱通决定的。虽然过去的历史无法度改变，但是咱通选择无互错误的历史重演。人爱对最终悔改归回上主，才当行出新的路。上主喜悦人的悔改，赢过一切祭物。忧伤痛悔的心是伊所喜悦的。每当人对错误中悔改归向上主，伊的确接纳，就亲像耶稣所讲的譬喻：当农主的老爸看到囝儿未渡迟返的时，就行往前，甲伊揽抱，内心充满喜悦。默想，回想家族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，我得到甚物启示？回想家族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，我得到甚物启示？咱来祈祷，自有永有的主上帝，我一生拢由你掌权。面对家己的性命，我有无法度体位的责任，求你互我勇敢悔改，搁面对真实的家己，用信靠甲勇气向前迈进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